管理组。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画面。鸿凯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到底伫当时会宣布要参选总统？我17号上尾期间已经无到48点钟。外口传讲郭台铭的副手找无人，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安怎看这件代志？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访问。这个跟那一个中国的问题了，其实这样分层面来讲嘛。一个文化的中国，这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华人文化圈。其实我常常讲的 Chinese Culture Circle 这个字我常常用的，所以在讲华人世界或儒家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这个比较没有问题。所以在讲到文化的时候，我们常常讲那种 Chinese。可是如果要偏到政治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用台湾历史的。所以这跟那个我以前在解释一个中国的层面一样，你是讲文化的中国，还是经济上的中国，还是政治上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这可以接受嘛？经济上这个大家可以谈嘛？哈，至于在政治上的中国，那现阶段就是还不是，就是不可能嘛。是啊，台湾民众网的官网昨天晚上上线，但是凌晨的时候就发生宕机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哦，这个议员有交代一下哦，这个党的问题就由党的发言人去回答了哦。不过是这样的，这很简单，这就是骇客侵入宕机了，就这么简单的。但上有很多没有申请入党的人，甚至有内政部的官员都说收到那个入党的简讯的一个。那这个就是骇客嘛，他骇客进去侵入，然后做什么？就是用那个网站在发简讯嘛。这个就表示说，我这个的确开张第一天就被骇客干掉了，对不对？阴谋性的针对吗？那这个没办法啊，不过是这样的哦，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期待每个人都善意嘛，所以还是要有能力抵抗。不过这样的，这个有关党的这种事件的发言呢，哈，这个还是请党的发言人去说明就可以。那涉及个资的话，会想要报警吗？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被骇客入侵，那这些又是涉及个资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又要报警。那当然要报警处理啊。所以今天就会去报警吗？应该会吧，不过我想他们我的态度啦，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那区域人选名单跟不分区的名单今天开始公布吗？我是有跟人讲啦，第一点哦，还是要走他们好像还没拿去法院登记嘛，是哈。其实老实讲，我们到现在为止，党还没正式成立的。不过这样的，我们会尽快处理的，而且会分批的，就是说确定了就先公布了，让人家也可以选举上比较方便，因为只剩下4个月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会说什么一批一起公布了，就大概就分批处理了。市长明天就17号了，有收到郭台铭那边什么时候会宣布参选？没有啊。现在有传出第3个剧本是他会选，但是不一定会选完。你觉得这种说法？听不懂是什么？就是他选，但是不会选到最后。他只是为了要气走国民党不公的初选，他并没有真的要参选。这我没办法替他回答，这个再讲吧。还是你觉得他在等新民党的那个门票，他有可能吗？我不晓得，那你要问他，怎么是问我？那他传出声明都拟好了，那你有看过这个声明吗？我没看过。像现在因为就是好像因为你没有要选的话，然后地方上面也觉得就是说郭台铭一直都没有宣布，让大家就无所适从，要帮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也担心没有母鸡来带。对啊，这都有可能啊。那你觉得郭台？那你觉得这样的现象，就是这1-2天是不是可以赶快解决？反正再怎么拖就拖到明天下午5点嘛，对不对？那你觉得郭台铭在等什么？我怎么晓得？你要问他。碧如姐加入郭办了吗？没有，他说吧，他如果要选，我们才去；他不选，那就不用了，好吗？目前卡的症结点是因为副手一直难产。这我不知道，详情细节我不晓得。你有跟他聊过郭网配的组？最近没有。是啊，那如果现在就是郭台铭这个因素这么不确定的话，那你要怎么来拉抬你的候选人？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大概就是这样。那有想说要怎么帮自己？他通常是这样的，前提确定以后再想下一步嘛。那因为你之前说，如果他不选的话，你可能会考虑。那如果他现在明天没有登记，问题是他最后1秒再说不选，我们要怎么准备？那17号就是 deadline 了，对啊，会影响你紧急的加入吗？这个太仓促了，这个是。是啊，可是你们要结盟，然后他都没有告知你说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嘛？这样要怎么结盟啊？对啊 ，This is a good question。听说他副手人选找好了，有听说是谁吗？我不晓得。最后2个，柯家军什么时候要出动帮忙联署？那他有确定要选，我们就会帮忙嘛。那
现在地方上要怎么帮忙来联署的事情？去中南部拜访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请中南部来帮忙？如果他确定要选的话，其实时间也是蛮匆促的，因为是一般来讲哦，联署大概要2000个联署点的哦，那每个联署点就要负责人嘛，就类似站长你知道哦，那这站长还要调集，还要训练，这也不是，这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所以一般如果真的要联署人，早就开始了。像这种说要，即使说要，我们都还要赶快，还要2000个点的站长要确认，然后要调集训练。时间表面上看起来有40几天，其实真正可以联署的时间不多。他如果宣布参选的话，你会不会比如说录个什么祝贺的话，还是给他？你像有讲过台湾重开机啊，这是我帮他想的口号。他如果要参选的话，你就会送上这一句话给他。没有啦，没有，不是啊，这是口号，送一个祝贺词那简单的，这个通常是幕僚的事，不是我的事，好吧？你觉得他今天可能会宣布参选吗？我不晓得啊，你要去问那个蔡欣宇啊，怎么会问我呢？那就你评估，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选？我不晓得，这个每次讲说猜测没有意义嘛，因为有发生就是1，没有发生就0了，所以对群体这个统计有意义，对个人统计没有意义。好，那个议员，last one 明天没有去登记，或者你会考虑吗？如果哇，我跟你讲，天哪，这个是要一天的话，我怎么处理，我都还没想好嘞。会自选上吗？我想想看。好，拄则咱听到的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回应。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带大家关心郭台铭到底敢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要来听到这是发言人蔡心如下早上新的回应，伊讲新历9月17之前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咱做回来听伊上新的讲法。外界对于这个副手的形容有多种版本出来哦。那今天早上郭先生其实对于副手人选他也没有多做透露，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都不能够先讲哦，就是怕会见光死。那副手人选其实他也已经都有定见了，基本上今天早上他还是在关心的就是国际的局势，还有经济的局势等等。那同时也了解一下，比如说像5G 啊，0到6岁国家养。还有外交方面的局势，跟各界来交换意见。所以对于外界所传的，副手人选可能有什么因素啦，或跟他互补啦，或者什么政治考量等等哦，其实我们幕僚并不清楚。那这部分是郭先生他自己决定的。所以是有点卡关跟难产这样的感觉。不是，他刚才已经讲了，他已经胸有定见了嘛，所以并没有卡关这件事。所以下午是登记或领表吗？下午是否要宣布参选了呢？这样说好了，其实各界都很关心啦哈。这几天中秋连假，大家也一直在追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对大家很不好意思，所以在连假之前呢，有特别拍了一段影片，跟大家讲说，中秋连续假期，郭台铭先生是很重视家庭的人，希望记者朋友们也能够好好休个假。那今天就是连假结束之后第一天上班，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的最新发展。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在明天9月17号。郭先生一定会给外界一个交代跟说明。那今天不管说选或不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候选人心中的定见。那基本上从今天早上跟他互动的情况看起来，其实他都已经想清楚了，就等他这个来跟外界说。所以下午是不是会开记者会对外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针对下午啦，或者是今天中午等等任何的时间点安排记者会的这个计划都没有。刚才开会的时候有完全都没有提到，就是关于参选准备。没有，完全没有。但是我们幕僚有这个试图去问一下，但是他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9月17号，也就是明天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他一定会跟外界一个交代。是主任有消息说，好像下午就要开记者会。谁的记者会？是柯市府要开？没有接到消息，所以没有这件事吗？没有这件事，没有。那个蔡顾问今天早上也有来跟我们开会，所以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沟通都还蛮顺畅的。那我们今天有个新这个同事报道，吴怡轩，他以前也都是跑这个柯市府的记者，所以表示说我们很重视跟这个柯市府之间的联系。所以蔡壁如顾问现在确定是算是进驻郭团队帮忙这样子的角色？还没有开始帮忙，因为他过来开会的话，他都是请假过来的。那这部分他其实还蛮注重这些细节的。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果要一起合作，有很多必须要好好的沟通。那
其中包含就是立委的提名啦，或者是接下来的怎么运作啊，联署等等，是不是要做？这些细节都必须要进一步沟通的。但是因为这个郭台铭先生还没有对外宣布选或不选，所以这些幕僚作业都还是要先预备好。刚刚提到立委提名的部分，是不是已经迁户籍了呢？您跟那个新营姐迁户籍？这部分其实我们迁了户籍，也思考各项的可能性啦，对。所以不排除选立委。我们就思考各项的可能性，就是还在想想看到底要怎么做，是为台湾好，我们借由我们的力量能够做一些改变的。是双方团队讨论。不是像那个青姐，你跟新义好像都签了嘛？是签到哪里？对，宜轩没签啦。那你是签到哪里？我桃园8的。那这个宜轩是新义是北区是不是？那个北要问他一下，对我们不是很清楚，对。但是对，就大概这样。董事长一些犹豫的点，是因为包含像是可能目前数据来看胜率不高，加上鸿海大股东的关系，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吗？今天早上我特别问他这件事情啦，他看了大家报道，他都看了。对，然后报纸的报道他也看了，他非常讶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剧本跑出来？然后这些可以说都是捕风捉影，他自己觉得说，大家太厉害，可以写这么多套的剧本给他。但是要澄清的是说，真的没有这些事，这些都不是事实。所以传郭董说副手可能会找李继珠。没有，副手人选这部分没有，因为他没有跟我们幕僚任何的透露。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之前有一些人选都蛮优秀的人才，那因为媒体报道之后，可能就见光死。那不管有接触或没接触，其实我们都很想争取这些很优秀的人才，但是媒体报道之后，变成我们可能也不能接触了。所以这部分现在就是在他的心里面，那个名单是在他心中的。就现在是副手定了，但是董事长自己决定还没有定吗？其实今天早上的感觉是他已经胸有定见了。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董事长有特别强调，就是一种态度、一个方案、一个决策。这在他的做企业的方式里面也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如果今天他有任何决定，我们会开记者会的话，其实也都会是在最短时间之内把它筹备完成的。所以就变成说，今天不会有记者会。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可不可以在静候，明天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连假期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国民党的友人来劝说郭董事长，希望他可以回心转意啊，或是不要参选，有这回事吗？其实陆陆续续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是劝进或劝阻的声音都有。这当中当然包括他的亲朋好友等等。那其实郭先生他本身不是一个怯战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好战的人。做任何决定，他都必须要考虑到说，他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国家好，为台湾民主好，为台湾的未来更好。所以呢，他在做决定之前，他必须要花很多心力去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所以呢，他今天早上的感觉其实已经胸有定见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再给他一些时间，是不是明天早上不是明天啦，就明天这个中选会下班之前，好不好？再跟大家报告。他本人会去吗？没有，现在还没有确定时间。领表了吗？这一题刚刚回答过了。对，今天不会有这些动作，不会有记者会，也不会有领表的动作。那如果是登记参选的话，他会本人亲自去中选会吗？这应该是属于幕僚的作业。如果说真的有这部分的话，我们会自己帮他跑一趟。可以吗？谢谢。那种说胸有地见，有对你们透露说可能副手会找谁吗？没有，刚刚已经说过了，他都这个守口如瓶，口风非常紧，并没有跟我们说。哪些产业的人有没有说？没有，都没有。但是他相信，以他在这个商业界打滚这么久，他的人脉相当的丰厚，所以要找到一个优秀的人才，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难事。好了，谢谢。那个宜轩。宜轩今天才来报道，然后也会加入我们新闻联络还有发言的阵容。那他之前也是主跑柯市府的记者。那宜轩要不要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今天是来见习，今天是第一天。那因为想说，郭先生他的媒体量很大，那我希望以我过去媒体的经验，能够帮助庆怡姐他们分担到一些工作量。未来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上政论题目吗？包含新闻联系，因为目前就是我跟信怡2个人在负责。那上次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2个人分别在上节目的情况之下，就是有一些讯息就会漏掉或没有办法衔接得很好，造成大家的不愉快。
那我们未来希望说能够尽量补足这一部分，让整个新闻联系不要有这个空洞产生，所以就还是请宜轩来帮忙。那加上宜轩他本身跟这个柯市府那边也很熟，那如果说我们多一个这样子的管道出来，相信未来的运作会更加顺畅。宜轩未来会负责发言吗？宜轩是科办介绍的。哦，不是，宜轩是我以前的同事，对。负责发言吗？发言部分应该还是由庆怡姐这边统一。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多一点人来轮流啦，因为有时候家里还是会难免会有点事。那如果说宜轩这边能够帮上忙，我们还是希望倚重他的长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现主是上新的现场画面，赶紧要来关心韩国瑜市长，伊即马早起时参加到上新的行程，也就是高雄优良驾驶颁奖典礼。伊昨昏来到台北参加台北的活动了，今仔日早起时登去到高雄来参加高雄优良驾驶的颁奖典礼，要来表扬一寡职业的运将，也有交通警察。咱即马看到的是现场上新的情形。好，那我们特别邀请的是我们高雄捷运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贺新贺副总来带我们进行代表，欢迎您。同款嘛是在点上新来关心邮务司送批，结果跋入去山坎卡。最近网络里传一个邮务司送批的相片，结果跋入去山坎。原来是测试下早南投的集，一个邮务司送批时经过强好巷，因为这个所在路较矮，也阁有人伫咧臭树啊占到车路。邮务司伫咧挖掘的时，因为落雨，而倒摆规个厝内，人含机车跋入去3公尺悬的山坎卡，引起到扁仔骨头断去，也阁胸坎走入去空气走入去胸坎内。即卖已经出院，返去厝内静养。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这件意外的事故？即卖警察也搁伫咧了解，也毋过这个邮务司嘛讲伊无按算要来追究相关的责任。搁再来关心同款是现场上新的画面，这是一个姓陈的嫌疑犯，不管是就伫咧军林家己咧甲人做贼偷摕物件，在4号暗时，伊含另外一个共党的，互警察抓时，因为两个人走互警察入，落尾警察赶紧开2枪，才顺势甲这两个人抓起来。上新的情形，继续要连线记者王志雄来带咱了解。志雄。好的，主播各位观众，14号晚间，警方逮捕的陈姓嫌犯，还有另外1名同伙，在围捕过程的时候呢，试图冲撞远警，还逃逸到了国道，引起了警方的追捕。最后，警方为了制止陈姓嫌犯的危险驾驶，朝车辆连开了2枪，迫使陈姓嫌犯等人下交流道来就逮。来看一段警方的说明：该2名嫌犯意图逃逸，开车冲撞我们远警，所幸远警及时闪避。围捕过程相当惊险，嫌犯沿途还丢弃赃物，想要来影响警方的追捕。不过据了解呢，遭逮捕的嫌犯陈金山在20多年前就曾被判刑4年半，刑满后出狱乐善好施，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操旧业，再度闯空门被逮捕。那么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多谢志雄。另外一个意外消息来关心，英国火车头前昨暗差不多7点钟，一架轿车强冲尾头前去，险险弄到一个妇人人，规过程拢互人翕来看见见。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杜医生来带咱了解。医生。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穿绿色上衣的妇人慢慢走出超商，但下一秒，一辆银色休旅车突然爆冲，差点就撞上妇人，她吓得赶紧往后退，接着转身就跑，猛烈撞击也撞断防护阻车柱、公车站牌、椅子，就连超商内的天花板和柱子、门窗也毁损。这个惊悚画面就发生在昨天晚上7点多，在新北市莺歌火车站前的超商。根据了解，当时轿车驾驶原本打算将车辆停在超商前要接家人，没想到因为没有熄火，恰巧前方有车辆挡住。当时驾驶倒车时不小心向前急驶，才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没有伤及到其他路人，不过妇人也被吓坏了。以上就会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医生上新的报道，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人咧讲用年的无好彩，用少的无好彩。台北一个查甫大学生顶礼拜日经过南港转运站的时，向有10个人全甲伊围起来，假先讲买募款，叫伊就爱签名，煞来让伊捐1000块，啊若无是袂当走。这个查甫大学生看对方人遮尔济，唔敢含名加讲，敢若会当乖乖甲钱摕出来。也毋过更较可的是讲，伊甲钱包开开，迄阵人看到伊的皮包内底拢总有2000块，叫伊就爱全部交出来。规个月食饭钱拢乌有去，原来这个当事者本身嘛是假收入户，伊的老母知这个消息了后，实在是气性落地，骂对方根本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强悍。
南港转运站人是来来去去，真侪民众会来这食饭踅街，也是拖着行李要去坐车。不过最近却传出不明的团体借着募款的名义，伫咧车站内底甲民众讨钱。真的好可怕哦！来读书的小朋友的钱，他也要这样子恐吓他。李小姐的查某囝就伫咧附近读大学，开学进前，伊家己一人来到南港转运站买物件，雄雄有10外个人甲伊围着，对方讲家己是慈善的单位，当咧做爱心的募款，希望伊来到签名。结果这个查某学生签完名了后，对方却开嘴讲签名就要捐钱，上少爱1000块。这个查某学生看到对方的人真济，烦恼会有危险，只好乖乖照做。想袂到对方看到伊的票包内底有2000块，直接就拢总摕走。旁边4个大人很凶恶的眼神就围过来朝我女儿看，我女儿怕到，然后就乖乖的就把那个钱交出来。离谱的讨钱的行为，让这个查某学生的妈妈真生气，而且这个爱心集团来路不明，募款的钱嘛唔知是摕去倒位。我觉得爱心不是这样子被强迫出来的，对啊，因为他必须要把事情就是讲清楚啊。手机拿起来录影报警，钱在你身上，你就不要拿出来就好了。不明的集团就一个人来来去去的车站，真大胆直接来讨钱，行为是真悍。警方嘛已经来处理，要追查这个集团的背景，防止更加侪无辜的病士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说来，桃园看到桃园的南门市场，这个所在是市区闹热的所在。摊贩的当讲是满满是，最近就摊贩讲，互路麻强迫收保护费，唔那甲人并倒，佮用货车强接摊贩因的位。路尾处警察调查才发觉讲，原来这是厝主最近要装潢店面做生意，要求摊贩都要搬离开，才会引起一寡沙塞。唔是讲要强迫因都要收保护费，变做是树啊错规山大错啊。人来来去去，哪位嘛真济，这是桃园人上爱的南门市场。最近煞有民众讲，互路麻来收保护费。一个姓林的人伫咧网络顶讲，家己80岁的老母摆摊做生意40年，煞互路麻来收保护费。附近的3个单位嘛，互要求爱纳2万到3万的保护费。对，顶个月开始，佫会招人来恐吓，一来就是30几个人，唔若讲单，佫会用货车来占单位，互做生意的人是有苦，唔知要安怎讲。不过警方调查了后，发现并无人来强收保护费。我们这条那个市场的人，你可以问问看啊，看谁有来收保护费啊？警方表示，4个单位拢摆店同一间店家头前，最近厝主要改装店面，要求单位来搬走。啊，若无就要收租金，因为安尼才会引起纠纷。照那个毁损跟恐吓，移送侦办，故意将货车挡住在摊商前面给予那个制单举发，并请拖吊车给予拖吊一致警方将闹代志的人移送法办，民众敢若希望会当行南门市场一个安全买物件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一声唔知，三声无代，敢若因为无熟悉咱台湾的法律规定，外国劳工违规停电动车，妨害到交通。有民众来到苗栗万里火车头前，看到2个乌子送伫咧无用闪人的车，因为这个车拢是违规停伫这的电动车，人就那个画面翕来，分享到人面册社群，引起到网友会甲真热。嘛有一寡人咧骂讲大主大意乌白闪人的车，安尼实在真不应该。不过嘛有一寡网友认为讲，拄到这款的情形，上好也是报警察来处理。若无伫咧刷车的时，万不利若是伤到人的车，引起到一寡无必要的刷塞。 2个乌里送拼死命咧刷车，看起来真正力，但是嘛是一台接一台咧刷，全部拢是因为车站头前拢是违规停的电动车甲脚踏车。要妨碍我们通行啊，挡到那个障碍者的通行道。真正是足生气，这是苗栗县万里火车站头前的路，明明就画禁止临时停车的线，想袂到也是有骑车的人，因为贪方便，就随便来停车。停到这个黄线来了。 停到这里来，那我们的停车格是在那个地方，他都停到那里面去，快到那个白铁栏杆的地方了。就连原本车站规划无障碍通道出入嘛，轰动起来，当地的民众是真困扰，所以才有民众主动来将违规的车刷开，规个过程互人翕落来，放起咧网络顶，声去讨论。袂少人拢感觉应该爱伫遐来画红线。 嘛有人认为，也是爱报警察来处理，较免刷车的过程，车若受磨到，也是受伤，安尼颠倒有可能互违规停车的车主来要求赔偿。我们了解这些车辆都是外籍移工所放置的，他们对我们台湾法令有
不熟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有加强劝导，还有取缔。可能是因为无了解台湾的法律，外籍的劳工朋友才会来出现违规停车的情形。警察针对违规停车的人回劝导单，有请翻译向因来解说台湾的法律，避免后一回搁再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现主时，又搁是白灵寺要飞往南平的季节。顶礼拜咱新闻都报道，讲一寡人听到消息来到家己的太平川，有的人用空中翕相机来翕白灵寺，引起网友伫咧骂，认为讲安尼则做到有鸟啊。家己林管处嘛讲，空翕机的声音可能害盗鸟着惊，以后盗鸟就唔敢搁再行这条路线，安尼就严重影响生态。哦，一直来咧，可唔知偌长呢。白灵寺伫山谷飞来飞去，场面足大个，成真侪民众来遮看。但年8月底到10月，白灵寺就会向南边飞，一届就会当看到遮尔侪白灵寺，互爱摄影的人拢走来翕，想袂到这回说引起争议。为天顶的角度来翕白灵寺，分入有一个摄影师利用空中摄影机翕到这个画面，欢欢喜喜甲别人分享，讲家己等2年才总算翕到。想袂到别个民众看到，却认为安尼做唔哪可能已经去惊到鸟啊，嘛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因为空拍机呢本身就是有一些人操作，有些不当，有时去追逐那个候鸟，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如果说用这个空拍机去拍摄，然后靠近它，声音干扰到它，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南迁的行为会改变。人控制空中摄影机，唔那声音可能会吵到鸟啊。若是出现利用空中摄影机去录鸟的行为，安尼更加害。嘉义南管处的人呼吁民众，珍贵的自然景观应该爱大家做伙来守护，千万莫为着要翕到美景，就去影响到规个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拄则看到是咱人去影响到鸟啊，下要来看到这是高山啊影响到咱人。一个细汉的大学生和朋友做伙骑奥多拜，为苗栗万里去三义，雄雄发觉路边有大细粒石头，有够多。两个人为着大家经过安全，落车斗相共来清石头。落尾两个人才发觉讲，原来路边的树林有一顶高山啊，伫遮乌白啃石头。苗栗县政府的农业处嘛讲，若是有高山啊来咧乱，影响到来来去去民众的安全，因就想办法来掠高山啊。再甲高山啊送去别个安全的所在。细王的大学生甲朋友骑车伫130县道往三义的后段，发现土口真侪石头，上大地上少有15公分，有的就伫路中央。行经过车到掉石头会发生意外，因专工停落来捡石头，毋过这的石头安怎捡拢捡袂完，哪捡佫会哪人？头举起来看，才发现原来有高山啊咧捡石头。上面有猴子在丢石头啊！细王的大学生讲，头起心唔知影原因，落尾才发现是有高山啊出现，专工录影甲录落来，树林内底有几来只高山啊伫咧捡石头，毛石头是因为高山啊行过落落来的，实在是有够危险，所以伊才专工铺网路提醒大家，落的拢是石头，啊凶手就是山顶的高山啊，请经过人爱注意。网友留言感谢因好心的提醒，佮讲高山啊真是愈来愈多啊，有猴群，然后有丢石头，也有。他们跑过的时候，掉落的时候，还会不会担心猴子丢石头丢到你？应该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在这边有看过猴子吗？有，看过状况是怎样？他坐在这个上面。山路的土骹拢是高山啊，夹的石头，民众敢若会当互相提醒，戴好安全帽啊，做好防护，经过时阵家己较细腻咧，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提醒大家来看到这个南马，这有花青素，也有抗癌的效果，真抢市。不止个是有数最近发觉讲，这2年来海关查验进口果子的农药量，南马违规的情形拢是排伫咧头3名。像讲2017年，南马拢总有19批违规的情形，是去年上届济果子。那去年拢总有9批违规，是第3名。今年1月到7月，拢总嘛共款有9批违规，共款嘛是排第3。那第2名是苹果，也有草莓。医生提醒讲，像讲这个南马，常常看会到的农药就是活派水，这是一款的杀菌剂，毒性较低，也毋过动物实验嘛证明讲会提悬致到肺癌的风险。建议民众要食进前，上好用清水洗10分钟。
在地叔叔刚刚来看到拜六一只上海洋船经过龟山岛的时，看到龟首的山壁石头强强拢规个放落来，强强规个放山，现场规个拢营业烟蓬蓬，头尾拢总2分钟。一寡游客真罕的拄到这款的情形，大家都看甲皮皮喘，阵啊甲画面翕落来。东北角风管处嘛讲到，龟山岛其实是一个活火山的地形，因为年久月深，风吹日拍愈来愈严重，会崩山，这嘛是真自然的现象。回程岛又开始探帮下来啦。岩壁蓬蓬涌，土粉硬硬飞，四界拢是白烟，土石对山头落入海面，互游客看到安尼大声喝休，嘛互上海洋船的这个解说员甲翕落来。发生是在2点40分左右，龟山岛归所探帮。14迄天的下昼时啊，伫宜兰外海的龟山岛发生真大起的这个崩塌。风景区管理处嘛表示讲，这是因为这个活火山的地形，因为岩层风化来造成这个崩塌，这算是自然现象。这嘛唔是头一摆来崩塌。伫咧2016年5月12日，因为宜兰外海发生地动，才来造成龟山岛的岩壁崩起。同款伫咧今年的7月23，嘛发生这个崩起的现象。所以昨天也没有地震吧？那我认为是那个海底火山活动应该有所影响了。不过游客嘛免伤烦恼，因为这个龟山头是龟山岛雨风扣上严重的所在，所以这个龟山头是无开放观光的。民众若伫游岛的时阵，嘛会当来欣赏到这个大自然的威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关心中华保盐顺德宫，因为冠军无请甲抓袂牢，到拜六为止已经互人登记超过31000顶的无仔。庙方决定昨下晡5点就袂阁互人登记，嘛袂当阁再用电话预约注文。按算有真侪人想要爱，抑阁有徛铁马车队进前甲庙方登记300顶的无仔，做伙排队要来领无仔，这个场面真铺排。早起8点还未到，因为冠军帽啊穿甲足红的保盐顺德宫，已经有一大堆民众队伍是安尼排到长路路，因酒规暝咧排队，就是要赶伫咧上尾一天来登记帽啊。来，前面。到这边是清晨1点半。那民众排队要来领帽啊，还佫有脚踏车商因事先委托庙方来做300顶的帽啊，这个联名的冠军帽。伫咧早起10点就开始来发放，不过9点20就已经满额啊！安尼互排伫咧301号的查某骑士感觉足有幸的。我觉得很失望，怎么差1号而已？对啊，我候补1号。他那朋友有自己没有怎么办？没关系啦。嘛有迄个脚踏车队小少来到现场，规排脚踏车甲停伫路边。这个场面看到足壮观呢，这个关动的3体脚踏车，伊的介绍卡袂着，就要3万起跳，上关动的一台要40万，现场有300台，伊的总价值超过1000万。那就超过5万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福赛先天上帝顺德宫的帽啊，实在是太热了。到14迄天为止，来注文的已经超过31000顶。庙方惊讲消化袂去，所以决定伫咧下晡5点就提早来结束这个登记，嘛无要阁接受电话来注文。估计这日人潮会大逼满。因为厂商没有办法应用那么多了。后面还会再开放吗？会啊，但是我们要再重新再研究一下。庙方一开始原本是开放2天要互登记，一个人会当登记10顶，不过登记的人实在是太济了，所以庙方才来甲念做一人简单会当登记1顶。伫即马来注文，上少爱伫个这个10月中旬了后才摕会到。这个冠军帽啊实在太热了，民众等较久嘛是感觉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来看到，香港名车郭富城伫咧小巨蛋办第2场的演唱会，穿个汤光的西米岛，互人看到伊汉草实在有够好。郭定嘛讲到这几年伊咧做演员、翕电影，也毋过伊拢无放袂记哩。伊唱歌的路是为台湾开始起歌，为了要回报歌迷，郭富城嘛唱到中秋节上届调时的歌曲《月娘代表我的心》。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为着要感谢台湾的民众，成成郭富城特别来几啊条应节歌曲，这个演唱会现场来整做大型的 KTV。心现在还在跳，恋也一直在发烧，心里塞满好多对你忘不了。虽然讲这几年把这个工作的重点甲选去电影。嘛得到真侪奖项，不
不过这个郭富城，伊拢无袂记哩伊对台湾特殊的感情。我的唱歌事业是从台湾开始的，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有有演唱会，我一直都想着快点回到台湾。好亲像是惊过头感伤，郭富城嘛不闪时送福利给伊的迷众。看伊安尼三不五时啊，佮甲这个白雪雪有金片的这个西装甲舔开，来展现伊的好身材，互观众看到安尼叽叽叫。哦，脱衣服啊！怎么样呢？我身材怎么样？下班機，等機程下已無效，下首歌原來錯過了熱鬧。不管是情歌、緊歌，攏互这个觀眾會當有甜甜甜的聽覺甲視覺的享受。天王大出橋來回歸台灣，嘛無怪互伊的迷眾是安尼對伊足大心愛袂煞。記者綜合報道。另外，这个话题，这是艺人阿翔偷食食險了後，因某 Grace 唔那是原諒伊，也佮做伙翕廣告。因為過去 Grace 嘛捌鋪文，講因翁拄到落雨情形，伊就愛替因翁來遮雨傘。因為安尼，就互做防疫的公司看介意。廣告半講落雨時 ，Grace 替阿翔來遞帽啊，兩個人手牽手，湯甘蜜甜。不如個有網友學了，嘛有人經體甲無一塊好。落尾這個廣告，因為有爭議，已經落架啊。從現在我不會再逃避，重新的換取。阿翔阿好唱歌，後一秒出現的人是伊。沉住氣，我的心不在意，屏息不放棄。無毋對，就是阿翔的某 Grace。廣告內底遞帽仔這幕，互 Grace 進前佇人面冊頂的寫，要為因翁落雨的世界野線意境真鬥大。廣告內底 Grace 更加是主動去牽阿翔的手，兩個人手牽做伙，眼神真堅定，互外界看到因的感情。雖網有網友替因加油，互因祝福，不過嘛有真儕人批評講假神假答。原來即馬頭家賣當當作廣告的創意，互人感覺真倒單，反應好歹攏有。說好不能忘，說好的遠方。其實阿翔佇頭家風波逼出來了後，敢若停工2個月就擱出來啊。雖講佇好新的網絡旅遊節目內底 MV 無看到伊，不過節目開始播了後，阿翔嘛做伙來主持。而這爾拼就是希望頭家的代志會當趕緊過去，用過去笑開樂觀的形象，甲尾將的支持找倒轉來。記者綜合報道。我世界大代志繼續要來看到，這是英國出名世界文化遺產，荷蘭俄羅斯庫格尼的莊園，有查拉來遮偷摕一粒價值超過1億5,000萬台票的18K 金馬桶，做那互查拉為便所規個偷摕去，規個水流甲滿滿是。這粒馬桶是意大利出名藝術家的作品。喺展覽的時，民眾會當預約來用這粒金馬桶，一個人敢若限制使用3分鐘的時間內，查拉會當利用3分鐘的時間，甲馬桶拼起，功夫嘛是有2步。即馬已經暫停開放，給大家參觀。警察嘛等咧調查。Well, they were flushed with embarrassment at one of England's most important stately homes. Blenheim Palace, birthplace of Winston Churchill, is missing that right there. A toilet. 英國牛津發生盜賊偷的案件，一個賊仔走入去庫格尼大橋的布倫海姆宮，甲公開展覽的黃金馬桶偷摕去。這個黃金馬桶唔但有完整的鋼線，佮固定喺壁頂的，賊仔硬甲破壞，佮互規間便所做大水。A group of offenders broke into the palace and stole a high-value toilet made out of gold that was on display. We believe they used at least 2 vehicles during the offence. And then left the scene at around 4:50 a.m. 這個18K 金的馬桶的名叫做美國，是意大利有名的藝術家卡德蘭的作品。本來是在紐約古根漢博物館展覽的，上大特色是伊安在美術館的便所內底，民眾會當去用。為過去到今已經有10萬人用過啊！今麥搬去布倫海姆宮展覽，才無2天爾就紅偷摕去。I can't believe they managed to get into the palace as well. Like I thought security here would be tight locked. So
Yeah, it's amazing that someone's been able to access it and be able to take it, and it's not small, is it? 这个金马桶搁捌引起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讲，白宫2017年向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做一把梵国画图防拒绝，不过馆长主动表示讲，愿意把这个金马桶借给因。It is in fact a direct insul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It was a deliberate insult. 布伦汉宫最近在咧办卡特兰作品展览，民众会当透过预约的方式入去便所，用金马桶一个人限制3分钟。调查透了后，就随暂停开放啊！警方嘛已经抓到一个66岁嫌犯啊，其他的共犯嘛想办法甲抓起来，希望会当赶紧把这个金马桶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这是美国佛州一个读国小的查甫囡仔为典纳西大学的马具，伫咧打 T 恤了后，煞互人笑，艰苦甲你好。典纳西大学听到消息，决定要停囡仔这个创意，用囡仔为大学的 logo 做大学上新版的学校衫，卖超过5万领。校方嘛宣布讲，全部钱拢要捐予反欺负人的组织，互大家感觉足大心。即马全美国上热的，就是这领典纳西大学的运动衫，设计 logo 是一名小学4年仔的查某囡仔，那伊背后的故事是真感人。That T-shirt designed by a boy who had been bullied over his homemade logo design. 佛州一间小学进前举办活动，小朋友会当穿着伊心爱的大学的衫来上课。一名查某囡仔伫咧纸顶管来画典纳西大学的标志 UT， 搭伫咧感觉色的衫顶管，带其他的人来起笑，害这个查某囡仔伤心甲哭出来。Phone is ringing off the hook. We've got emails, we've got tweets, we've got phone calls. Everyone wants to help. 这个查甫囡仔的老师写配予天纳西大学，讲这个故事，希望会当买一领正版的校校的衫，送予这个囡仔做安慰。想袂到校校带囝来满满的一箱，内底有衫、有外套、有册包啊，送予这个查甫囡仔做礼物，佮将伊设计 UT 变做校校上新版的校校运动衫。I want one. I want one. 故事也袂煞，消息传开了后，这个查甫囡仔画的衫造成轰动，伫咧网络顶悬议定，就已经超过5万领。学校除了将所有收益捐予反霸凌组织以外，佮提供4年专业奖学金，希望这个查甫囡仔大学了后上大学，会当来读典纳西大学。记者综合报道。跳进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中秋节，真侪人拢伫咧烘肉，烘肉嘛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人因为烘肉油烟引起到规身躯过敏的情形。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骨。骨的意思就是讲动物体内用来维持身躯的组织，像咱讲骨骼。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骨力，这个意思就是真勤、真拍拼、真拼死的意思。第二个词结骨，这有2个意思，一个是讲真趣味的形，另外一个意思是讲话或者是做的代志和人无共款。若是结骨话，就变做超工讲和人无共话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的个性会当讲真结骨，拍断手骨颠倒用，正苦当做正补。拄着失败，伊嘛超工讲结骨话，甲话意思藏伫咧话里，互听话人去掠伊的话骨。今仔日小解这1日骨，提供互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看到中秋团圆，一寡人爱烘肉，也毋过有人因为烘肉油烟引起到过敏的情形。因为火炭咧倒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吸到咱的皮肤的黏膜，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体质的人皮肤起沁膜、目睭红过肿的情形。医生建议讲，烘肉的时间头尾唔通伤过久，若烘肉的时会当用淡的面巾小捂面一下，安尼就会当降温，嘛会当甲刺激性的物质甲伊去掉，安尼就较袂过敏。肉片，搁来อุ่一寡烘肉酱，大火烘一下，又搁油又搁香，真好食。中秋节大家拢咧烘肉，家家户户是烘袂煞，连续搁着讲吓着烘肉的油烟，互真侪体质过敏的民众挡袂掉。烤肉会产生的烟尘啊，这个烟尘具有刺激性，那有些人吸到这个烟尘哦，会产生过敏反应。这个过敏反应包含荨麻疹、湿疹等等。医生表示，其实烘肉油烟有刺激性，刺激的来源就是火炭在咧烧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碳氢化合物，这类的物质有毒，接触到皮肤、目睭还是鼻仔、咽喉，都有可能造成面、骹手来起红疹，目睭会红、会肿、会胀，也是流鼻水、扫这些过敏的反应，甚至有可能会致癌。那个热气本身对皮肤事实上是刺激的。那刺激的话，就有可能产生过敏反应。除了烘肉油烟以外，火炉的热气嘛有可能让皮肤受到伤害。本身就有过敏的体质、异位性的皮肤炎的民众，更加是烘肉会过敏的人。医生建议，中秋节烘肉无问题，但是烘肉的时间上好是唔好伤久。过程当中嘛爱定定提出淡面巾来擦，除了会当降温，佫会当将这化学刺激的物件去掉。好好的假期，莫互过敏来扰乱。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是宜兰有讨家人用土水柑放开来饲大只山柑，这个毛蟹比人的面更加大片。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在唱哎，哇，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这当中又搁是毛蟹大出的时间，你敢有食过比面更加大片的毛蟹？依然就讨家人用土水柑放开来饲大只沙柑，转化率会当提悬到4成，敢若比过去较少一半时间都会大只，互人客食到肥又搁青甜的毛蟹，讲是真好料。秋天若到，爱食蚬仔甲毛蟹，食食客都有口福咯。一只蚬仔的吃法有真侪出头，蚬仔糜啉了了后，佫会当掺冬粉，甲贝壳豆豆仔来炒，食着青甜佫调味。豆子很扎实，好吃，甜。一喙刷一喙，食着足刷喙。肥壮壮的蚬仔糕，看到安尼喙若水强要衰落来，顾客食着真介意，业者嘛是安尼痛甲笑嗨嗨。哇！到产地来甲看卖，凊彩甲掠一只沙柑，大到通甲人面甲扎起来。这比平常时定定看到像手盘遐大的这个沙柑，足足大出一倍。这个沙柑要饲甲遮永久是有撇步的。啊，比你个有肉哦，肉都这种就可以饲油啊对啊。我旧年是纯用这落去饲迄个蚬仔尔，蚬仔大好阵你就知道。4成几啊！这落号做小淡菜的细粒土水涵，会当甲鱼温内底这个过节的藻类甲清了了，互水质有够赞。伊本身嘛当正做饲料，互这个毛蟹虾啊拢真爱甲食，所以因的这个存活率佮加称真悬。啊，若因大的时间嘛缩短一半，简单3个月就会当收成。渔民激头脑出新步，甲这个看袂上目的细粒土水涵，甲正做趁钱的撇步。
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优丽花特别为您加演舞台歌戏《有双手着温柔》。来哟！甲够你爸华太子的单身救主。上精彩优丽花歌戏，你一定爱收看哦！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戏。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快懂懒人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海上发生了一场惊悚的杀人命案，卧底警察竟然莫名的被灭口了。究竟主导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谁？他跑来台湾，却被牵扯到一场 ATM 盗领案。我就是要打你啊！我真的是无辜的，现在到处都在抓我，就连我阿嬤也不放过。在新加坡，富豪之子突然被要求接班，富二代的身份马上被拜金女盯上了。究竟麻雀是否能够变成凤凰呢？一周台湾线，一周新加坡线，两线故事轮流看，创意播出，台湾第一，看了你就 OK。请锁定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王有旨，就将曾基公主匹配着数。我着说心肝，只有你曾基一个。大着数，伊竟然敢私访军营，将着数调回，立刻出走。我妈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别转发。华人直播盛典，超人气卡司曹格、周兴哲、熊仔、张立阳、J. Sean、IBI， 华丽的主持阵容：黄鸿升、Janet、刘荣嘉、吴建衡、李佩瑜。第3届华人直播金鱼奖10月12日下午3点，敬请锁定台视。你跟执行长到底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可是他都当我的面来撩你了你还说你们没有关系。天啊，放过你自己吧，你很棒啊。是吗？你看，这很漂亮吗？干嘛对我这么好啊？谁追你带他来这里？你凭什么啊？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2人区坐在办公椅上，以双脚不落地的姿势自转1圈。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
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优丽花特别为您加演舞台歌戏《有双手着温良》。来哟！甲顾里娃换太子的丹心救主。上精彩优丽花歌戏，你一定爱收看哦！拜1到拜5暗时8点，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戏。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快懂懒人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海上发生了一场惊悚的杀人命案，卧底警察竟然莫名的被灭口了。究竟主导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谁？他跑来台湾，却被牵扯到一场 ATM 盗领案。我就是要打你啊！我真的是无辜的，现在到处都在抓我，就连我阿嬤也不放过。在新加坡，富豪之子突然被要求接班，富二代的身份马上被拜金女盯上了。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俄罗斯的莫斯科，顶礼拜拢总有7啊1只的狗啊，互主人牵来到这个所在安排做伙翕相，嘛破金氏世界纪录上介侪狗啊做伙翕相的纪录。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喂，你好，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大货车翻覆，国道9车连环撞，总共9个人受伤送医。另一个焦点带您关心夜市抵用券今天发放，但限分区使用，让旅客抱怨有点麻烦。稍后来看完整报道。
新闻开始呢，首先关心大货车司机疑似没注意，在国道追撞前方轿车，酿成了连环撞车祸。